咱台湾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比赛，也毋过呢，所互中国来抗议，要求咱甲国旗摕掉，而且这队名也着改做是中华台北。虽然有人伫边仔咧乱，也毋过呢，咱来自高雄尼布恩和合唱团的这个囡仔，也是以95.9的成绩摕到金牌，也那奖状顶头同款是写着台湾2字。日本 chorus。 第1位は日本合唱団。第7届东京国际合唱大赛，来自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，二次伫咧民谣组以95.9的冠分摕到金牌，台湾人大声欢呼。不过其实伫前一天，主办单位有甲咱通知讲，因有接到抗议，咱伫会场内国旗就要摕来，名也自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。比赛之前都还在跟主办单位沟通哦，所以最后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之下，让司仪在透过各种介绍的时候，除了介绍 Chinese Taipei 以外，还把台湾也带进去哦。练唱的时候，包括在上台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那个爆发力，或是那个被打压的那种感觉把它唱出来，然后在台上用最完整、最漂亮的表演让大家知道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刚好昨天穿的衣服是这一次 Net 捐给我们，上面是一个台湾的那个字样的 T 恤，所以他们就在现场尖叫啊，又唱又跳，然后比台湾的方式。包括尼布恩合唱团在内，台湾总共有6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比赛。主办人宋夏光二是伫咧比赛前，也搁伫 FB 放大会内面的相片，会人看到咱国的国旗加中国的5星旗拢有。代志发生了，经过驻日本代表处，也搁随行的立委去交涉。主办单位也是把咱的名改做中华台北，所有国家拢卖挂国旗。一定是坚定的支持我们的这个作为台湾的选手，那我们也要这个跟这个中共这边呢提出强烈的抗议，因为其实，在国际赛事上，我们不需要有这种政治的打压。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站出来说，他们不承认中国解释的2758号决议。而且都是国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国会有民意基础，国会也没有外交的包袱。我们其实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，这样其他国家支持我们才有意义嘛。条约立会拢谴责中共矮化咱国的行为。虽然主办单位也是制作有台湾标示的奖牌，咱国驻日本代表处议员讲，伫过去6年，咱国参加比赛团体拢是以台湾的名义参加。这个今年因为中国的政治干预污染音乐。强调世界上上了解台湾甲中国是无共国家的，就是日本。中国的做法会让看做因家己无自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